今日繼續同大家講講中醫養生嘅4個關鍵點，就係飲食、運動、睡眠、清治。主要就講講呢4個要點之間有乜聯繫，跟住就講講我哋一個要點樣做。呢4個要點之間好明顯係存在住好密切嘅關係嘅，就好似飲食同埋運動。假如你平時食嗰啲嘢係唔係好健康嘅，包括係啲高鹽、高油、高糖嗰啲食物，你係完全可以通過運動加快自己嘅新陳代謝，將佢代謝出去嘅。而喺睡眠方面，當我哋經過一晚好高質量嘅睡眠，我哋成個人嘅精神狀態都會好啲，情志即係心情都會好啲，成個人胃口亦都好啲，能量亦都足啲。所以好多頂級嘅運動員，佢哋心理素質非常之高。而心理素質高嘅體現就係，佢無論面對咩重大嘅比賽，佢前一晚都可以瞓得好好，所以佢第二日先至能夠發揮出佢嘅最好嘅水平。而第4點清治就係呢4點裏邊最重要嘅，因為清治問題其實係心理精神問題。佢係可以影響一個人嘅方方面面，包括前面嘅3點。就好似當一個人心情非常之差嘅時候，佢可能真係會茶飯不思，好似傷心、緊張、焦慮，抑或你啲心理或者情緒問題嚴重嘅時候，唔單止會影響短時間嘅胃口，仲會直接改變人嘅消化功能。有一個研究針對啲抑鬱症嘅病人，研究佢哋胃裏邊有益嘅菌群嘅情況，結果發現佢哋呢啲有益嘅菌群都比一般人要少嘅，所以佢哋都係比較瘦嘅。呢就清治對飲食嘅影響，清治對運動亦都有好大嘅影響。心情唔好嘅時候，好多人都其實唔想喐嘅，都係想瞓喺度或者揾個地方匿埋。最典型嘅亦都係嗰啲抑鬱症嘅人，好多都係成日都唔喐，攤喺床上面，甚至有啲仲匿入個衣櫃裏邊唔想見人。而相反，嗰啲積極去運動嗰啲人，基本上佢係唔會有咩抑鬱啊、焦慮啊或者係其他啲心理情緒嘅問題嘅。然後第3個就係清治對睡眠嘅影響，呢個更加唔使講啦。心情唔好影響睡眠，呢個係全世界都係咁樣嘅。有一個研究佢睇到一個數據，就係世界上80%嘅失眠症其實都係由心理因素引起嘅。我相信喺現代社會，心理性失眠幾乎每個人都要經歷嘅。我相信喺屏幕前嘅大家都經歷過心理性嘅失眠，所以佢兩個嘅關係我又唔想再多講啦。清治即係心理、情緒同埋精神嘅問題，會造成心腦血管問題、消化系統問題同埋內分泌問題，亦都會使到免疫能力下降。好，然後再講講針對呢4個關鍵點，我哋一個要點樣做。首先係飲食方面，飲食方面其實參考美國嘅膳食指南已經係差唔多噶啦。第一個就係要食啲營養密度高嘅食物，就好似雞蛋、牛奶、魚、紅肉同埋蔬菜水果等等。另一個咧就唔好食嗰啲工業化嘅產品，要食嗰啲天然嘅。即係好似啲薯片、辣條啲嘅就工業化嘅啦。然後第3個就係少食啲高鹽、高油、高糖嘅食物，其中有時高鹽同埋高油，因為中餐裏邊呢2樣基本上都超嘅。反而糖呢，我哋其實平時喺飯餐裏邊食得唔係好多，美國人就食得誇張啦。我哋只要適當控制下嗰啲飲料之類就應該冇問題噶啦。然後第4個亦都對於我哋中國人講係好關鍵嘅，就係少食啲精米精麵之類嘅精緻碳水食物。網上仲成日有人宣傳話食粥養胃，要啲人多啲食粥，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佢哋宣傳就話粥中國人食咗幾千年，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寶貴財產。其實呢啲人唔知道嘅就係，中國古時候係冇精米精麵食嘅，佢哋食嘅其實都係啲粗糧，粗到咩程度呢？我講個故事俾大家聽聽。東漢嘅時候有一個皇帝，有一餐呢佢食咗一啲粥，呢啲粥呢就唔係用我哋而家米煲嘅粥，而係用一啲類似麥糠之類咁嘅糧食煲嘅粥。呢啲粥食咗之後就好難消化嘅，佢當時食咗之後呢個肚就唔舒服啦，於是佢就去廁所，但係佢喺廁所嗰度唔覺意啲跌落個屎坑嗰度，結果竟然浸死咗。即係有呢件事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哋當時作為皇帝食嘅其實都係好粗好差嘅一啲糧食，而老百姓呢就更加唔使講啦，有得食已經係算好好噶啦，根本冇可能俾佢哋食到精米精麵嘅。哪怕係到咗上個世紀嘅80年代，我細個嗰陣食嗰啲米都係好粗嘅，同而家嗰啲米係兩回事。而啲粗糧呢，喺而家睇嚟係屬於全穀類食物，反而比啲精米精麵要營養好多。食你啲粗糧對血糖完全冇壓力，反而食嗰啲精米精麵長時間食嘅話，好易就血糖高啦。第2點咧就運動啦，現代人普遍都係運動不足嘅，有一個成語叫做勞逸結合，因為以前啲人呢就做得好多嘢，好辛苦。哪怕係以前嘅讀書人，佢其實都要落天做嘢嘅，所以以前嘅人係唔存在話運動不足，佢哋擔心嘅就只係過勞
所以佢哋一定要勞日結合，要揾足夠嘅時間嚟到休息。但係作為現代人，普遍就係運動不足，尤其是去到而家先互聯網時代，個個攞住個手機可以一刷到幾個鐘嘅。以我哋人類作為進化嘅產物，身體上面嘅每一個關節、每一個肌肉，基本上都係有佢嘅作用嘅。但係用進廢退，佢哋長期冇得到運動活動嘅話，佢哋可能就會退化啦。所以我俾大家嘅建議就係，唔單止我哋要做夠運動，而且我哋嘅運動應該要覆蓋身體嘅各個部分，俾盡可能多嘅關節肌肉去運動到。即係好似跑步同埋其他力量訓練都要做一做，咁就最好啦。第三個就睡眠，我喺網上搜索下全世界咁多地方啲人嘅睡眠嘅時間，我發現其實亞洲地方嘅人係瞓得最少嘅。大家可以睇呢一幅圖，以中國人嘅時間，佢哋大概計出嚟就係7個鐘到多啲。醫生推薦嘅睡眠時間都係8個鐘嘅。咁睇上去中國人嘅睡眠時間好咗相對充足，但實際上我問問大家，大家有冇真係晚晚可以瞓得到7個鐘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做咁多。加埋晏晝叫，可能有一部分人就可能勉強達得到。佢呢個統計嘅7個幾鐘，我相信係統計埋農村嗰部分嘅。農村嗰部分人肯定比城市嗰啲要瞓得多啲。喺中國嘅1、2線城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瞓得6個零鐘嘅啫。所以喺呢度俾大家嘅建議就係多啲瞓覺，扮少啲手機。呢度第4點，情志，呢個係最重要嘅，但亦都係最難解決嘅。情志即係心理、情緒同埋精神嘅問題。會造成心腦血管問題、消化系統問題同埋內分泌問題，亦都會使到免疫能力下降。而家大部分嘅疾病其實都係情緒、心理、精神問題直接或者間接引起嘅。所以如果情志問題易解決嘅話，就唔會有而家咁嘅現狀啦。要解決情志嘅問題，喺心理、精神層面上面，我係完全俾唔到建議，因為每個人嘅實際情況都唔同，一個人嘅經驗對另一個人可能係完全冇用嘅，只能夠靠佢自己去摸索或者去修煉。但係喺行動或者喺物理層面上面，我可以俾一啲建議。首先第一個就係前面講到嘅運動尤其是跑步係全世界公認嘅舒緩抑鬱症嘅一個好辦法。熱愛運動、習慣運動嘅人，基本上嘅心理狀態都會比較好嘅。第二個辦法就係講出嚟或者唱歌唱出嚟，因為心情唔好或者係抑鬱，喺中醫裏邊講就係肝鬱。要解決肝鬱嘅問題，一個主要嘅方法就係將啲情緒抒發出嚟。抒發嘅方式就你可以將呢個問題向其他人講出嚟，或者就算你向其他人講嘅唔係呢個問題，講其他嘢，天南海北咁去吹水都好，吹完之後你一個人都會舒服啲嘅。而再退一步，就算你真係揾唔到人講呢啲嘢，揾唔到人去傾偈都好啊，你自己揾個地方或者去卡拉 OK 開間房去唱歌，唱完一輪之後你會覺得舒服啲嘅。呢種亦都係一種宣發嘅方式。今期視頻到呢度，多謝。